过来看的是有23年历史的台北客家开心会，是一個特別的團體，帶領老人家用講授課來傳播客話同客家文化。也以下年來，如為老年舉行嘅毛利爭氣比同台北的保文比行業比賽，最後鼓勵更多嘅新人呢來接觸客家，也就組織同發通創立嘅嘢。如係叫一個以1年來出錢推廣，長期以來都冇團過，因為對客家嘅熱忱嘅付出，也得到為今年嘅客家終身貢獻獎，一路係文松珍。大众相片都見證呢文松珍參加客家事務嘅熱心，無論係開心會、詞會，還係小朋友公園比賽，從辦人文松珍唔是冇到，各類客家法通祭典，還係創客，文松珍就係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而家類似苗栗南總嘅客家肢體，15歲就自家來到台北打拼，從細細嘅點樣開始做起，完全係拍手掌五屆打拼過程。想當然來到離鄉別井來到台北嘅時嘅心情，當然呢，喺在伊哋讀書，你客家人去少一少，所以呢個環境之下呢，你要出嚟去求，能立足肢體啊。也當時也非常困難，雖然我年紀少少嘅，有客家嘅精神，啲客家先人嘅刻苦耐勞嘅精神嗬，所以無論如何，我哋代表生存下去。本妹文松珍事業成功，變做嚟大跳家，佢開始回饋社會。台灣在9日大體統嘅時節，文松珍76歲咧，喺許多早起嚟做義工。佢許多時讓嘅國家有了，乃為有需要，佢都會填收記錄。還有佢最愛嘅客家，可能係某本大細時期，佢都係自己最大嘅心力。文老啊，佢條聲音後生啊，先算打拼。佢媽講過啊，佢後生來台北嚟先15歲先啦。家妹啊，那小朋友係講病嘅海大人啊，後生人錢冇用哦，萬一來台北。冇出頭嘅時啊，佢會賣炸彈做轉些。佢聲音佢打拼到2位置，很有成就。佢前幾年很送實際差唔多2億嘅土地。喺你台北市啊，所有客家法通，佢也出力出錢。人生嘅東西嗬，可以吃家藥啊，吐樂樂不如眾樂樂啊，大家來快樂嗬，本大家來使用，何不也是幸福嘅事情嘛？一個人也唔是給多吃飯嘛，有吃飯的錢就拿就好了咩？今年85歲嘅文松珍，攞佢嘅伴娘王世喜感情同好，在武校閒閒嘅時節，佢最好寫詩、寫台詞，也懂好打太極拳，所以用心嚟佢體育嘅運動。在別當條年咧，到貴母日也係團體強下去嘅相片，還有各種感謝表揚嘅獎狀，又顯示出主人嘅熱心。不過佢伴娘嘅兩個位可能係最直接又有力。伊聲音來吼也冇好，不愛遐咪猥瑣啦。客家新聞旁進路往小區台北報道。